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吼。空中的朋友吼，咱今日真欢喜讲，继续来邀请吼，顶礼拜已经有来上咱的节目宋维春医师啦吼，是宋教授，嘛是宋主任个理事长，伊做儿童精神科捌去加拿大这个接受上好的训练吼，转来台大了。不但甲儿童精神科建立甲安尼一直发展以外，对咱台湾这个自闭症的这个囡仔，也是讲家长吼关心甲因组织基金会开始推广这个自闭症的这个照顾吼。伊个做精神医学会理事长，建立这个专科医师的这个科技制度和甄选啦吼。做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长，伊顶礼拜甲咱报告讲吼，伫国际上中国要甲咱打压，好佳在伊含即个林宗义教授吼，两个人安尼改名正名做台湾，保住咱的会籍吼，伫世界即个组织内底，咱抑个保有一席之地。中国无欢喜，总不爱入来，是伊的代志啦吼。伊准入来，咱嘛无要紧啦吼。一个中国，一个台湾，都会当伫这个世界并存嘛吼，这应该是咱将来要努力的目标啦吼。所以我咧讲，应该外交部爱颁一个奖章，互伊含林宗义教授较对啦吼。宋医师你好，嗨，因为你好哈，多谢好，多谢你这礼拜会当个安尼来阮采访，因为后壁个足侪精彩的这个宋医师的这个工作，也是讲伊的贡献啦吼。我做高雄市卫生局长的时迄阵你搁伫台大嘛，做主任嘛，对。我想着讲，因为阮高雄有一间凯旋医院咱空中的朋友拢知影，凯旋医院是精神科的专科医院，古早叫做高雄疗养院啦，对。开始的时，迄阵嘛是林宗义教授去讨美院，用美院起的，是高雄疗养院，迄阵是南部。上大间的精神科医院，后来咱高雄市改院辖市，总改做市立凯旋医院，因为伫凯旋路顶管。对。我做卫生局长的时我想讲这间凯旋医院700-800层呢，这算规模足大间的一个精神科专科医院我就想讲要怎来找一个好的院长来提升咱高雄的这个精神医疗的水准嘛。我就去想着宋维春教授，我就发公文要去甲你送掉，你会记得吼？我会记得。迄阵要送掉嘛，经过几啊关呢？毋是干那台大精神科啦，恁着爱个台大医学院，对，医院，个台大了个教育部，对，所以还经过3关，个台湾大学，4关呢。台大精神科，过来台大医院、医学院，台大。台湾大学，了教育部，好不容易我会记得迄阵发生一个足趣味的故事啦。我讲要甲你送掉啦，卫生局的人事主任甲我讲无资格，台大没有公务员资格啦。伊讲咱这市立病院都在公务员啦，台大怎么会没有公务员资格呢？我头想拢无。伊讲他们有教育部的那个教员资格，因是教职人员啦。但是伊讲恁台大足侪教授无去全序啦，无去全序部全序，所以伊讲无公务员资格啦。我听者也分气，你知无？我这个明明国立的机关，他也无公务员资格，问题就出伫遐。伊讲若甲你调来
因为原来没有公务员资格，都要对迄个最低职等，对迄个我们在委任几级开始啦。我讲是啊，人底下是台大主任，是迄个台大教授，来遮做迄个最低阶的公务员，这敢会通？我讲袂使哦，你要比照台大。迄阵我迄人事主任哦，我回足久的呢。我到尾我不管啦，我就是要上吊。好不容易恁遐拢同意啊嘛就来，来个较心实。第一个月发薪水是啊，讲甲你发的咯，比台大较少的薪水，害我歹势一个啦。因为咱拜托人来帮忙，人对台北来较高雄，就已经是足帮忙啊。啥物讲薪水，搁比台大哩较少，就讲因为他以前没有续薪所以不知道续薪标准所以只好从低薪我讲恁这做人事的实在头壳歹去，搁迄个会计主任我叫来骂你知无？因为我无里面怎发薪水，我就陪讲比照台大甲我讲你会被监察院弹劾我甲讲弹劾100次都没关系啦。我给举一个例子我讲长庚医院的陈兆龙换肝手术世界出名，伊做长庚院长，伊嘛无公务员资格啦。我若拜托伊来做咱的市立病院院长你有欢迎无啦？我就问迄人事主任讲，你有没有欢迎当然欢迎陈兆龙如果要来市立医院，那还得了？我说你怎么续薪人伫长庚领偌济你市立医院是要安怎发薪水？我讲恁这做人事的时候做到头壳歹去我迄阵足受气的加在迄阵我足坚持我无要紧你就反正照我批的花薪水，要不然监察院要找我麻烦，较来讲。其实也无代志无迄阵足感谢你来凯旋医院甲阮帮忙，帮忙几年？2年，因为对多谢互我迄个机会来做一个迄个专科医院的院长和台大佫无共的体验迄个时阵我会答应上主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伫迄个前几年的中间我已经伫帮忙卫生署做这个精神科医院评鉴。对。做精神科医院评鉴的时，我发现讲我都唔捌去过家的被评鉴的医院。对尤其专科医院。对。这样台大无讲对安尼是我所做的评鉴遐的条件敢正确？我唔知影，对，所以我想讲，若有这个机会时呢，去遐知影讲到底是安怎，可能就将来这就好诶。是，所以多谢花迄个机会。以前人拢会批评讲，迄评鉴拢恁医学中心的人设出来，你用医学中心的标准。要求迄个区域医院还是地区医院，还是讲专科医院，还是禁售，实在讲可能会有差距。对。所以你用医学中心的标准，你过来做一个单科的专科医院的院长，你有足侪体会。是。其实凯旋规模不小是。咱迄阵800层以外，咱搁伫大寮搁有一个分院呢。对。遐算起来12层呢。对。要照顾12个精神病人，迄有那是足大的代志诶。是，好。你迄阵我会记，你做种这个代志诶啦，住院医师的训练啦，你过来因要写 paper 做研究，是。所以你较强嘛，是。所以对因拢有足大的帮忙。是。搁不但是安尼，我会记得讲，我迄阵凯旋医院老水老鸭呢。对。你进来了，毋知第几个月，你就甲我讲大礼堂一下雨都在漏水了，怎么办？安尼啦我咱就个叫人来，迄个本来叫公务局个以前的厂商安尼来补都好，刚才到尾拢撮好势。是，就无简单啦。是。凯旋迄2年，你有啥物心得？迄2年的心得其实是真济啦。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讲，其实伫迄个时阵，伫理事局长的帮忙之下互我迄个时阵踮遐要推行一寡过去无做的方法的时候，
无拄着特别的困难。对了，对了。因为过去你甲讲啊，你若安尼是卫生局来反对，有意见咱安怎你就别当咱支持啦，拢支持。对所以迄个时阵我第一点是讲，因为安尼的关系呢，所以我会当安尼去做。而且迄个时阵呢，若是安尼，迄个会计主任拄啊，迄个阮的会计主任退休的时，你个。另外一个，对，会计主任来，对，毋若安尼，佫真侪其他的方面你拢是真大的支持，互安尼的支持的关系呢，所以我踮遐做的一寡代志会当较落实啦。我讲一个例来讲啦你若看迄个时阵凯旋医院的迄个结构工友，司机，还有一寡管理，迄个管理员遐迄人足济嘛，公务机关拢安尼。对，遐个人讲持足济，遐个人就袂当对这个规个你要增加产能有大的贡献，袂当安尼嘛。所以迄个时阵呢，你都要讲的大寮迄个部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就办这个训练，鼓励因去做训练，训练了人力的活化，对，训练了伊取得第二个专长，用这个专长伊会去迄边做贡献，照顾足侪慢性病人的复健啦，对，外记啦，对，咱迄阵复健做足好呢，对。林清良啦，对，咱的福建主任嘛，足有创意。是。不但安尼，咱迄个社区嘛做真好。是。社区的工作咱嘛做真好尤其咱遐有日照、日间留院照护，有迄个中途之家，是。有迄个庇护工厂，对，庇护商店，是。你迄阵是来发展足多元的啦。而且个支援这个大同医院的对精神科，对，一寡话，所以我是感觉讲，迄个中间因为你的支持甲规个卫生局的员工的到帮忙所以迄个时阵互我有这个机会，互凯旋感觉上伊的体质是规个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了后呢，互凯旋规个是一个有活力，可以自己可以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机构。不但安尼，是来讲迄种凯旋伫所有的市立病院内底表现变上好的。实在也是因为你的学养啦，就是讲你伫台大个精神医学会已经是全国性的一个精神科的领导人物啦，所以你来到高雄的市立病院，大家拢足心服口服啦。唔敢讲有啥物讲不好啦，所以你要带领啦，足紧的啦，我是认为安尼。但是我认为迄2年对你有真好的一个体验，就是讲，因为你后来佫去做弱社医院的院长，迄是天主教的病院嘛，因为你本身是天主教徒嘛，对，因为弱社医院是一间综合医院啊，伊嘛500-600床对，嘛袂细间啦凯旋因为病院遮大，你有这个经验，安尼换一个几千床的病院你了要搁去弱社做院长，你就驾轻就熟啦对这个医院的管理啦整个病院的这个伫地方面扮演一个领头羊的角色都拢有足好的经验。所以真多谢宋医师，伊有来凯旋医院甲阮做2年的院长了就是因为迄阵是甲台大戒掉嘛，对，所以就搁互你转去台大。是。你转去台大偌久较去弱社？我转去台大是算起来4年5年，我无详细解算，应该是差不多4-5年的中间。OK， 了弱社安怎去找你的？迄个时阵是因为弱社的创院的2个院长老院长，2个院长拢迄阵拢80几岁，要90岁是迄个时阵，一个毕神父，一个宋神父，宋神父较老对，两个拢比利时来。宋神父是比利时，毕神父是荷兰。荷兰对，所以拢欧洲来啦。对，迄个时阵呢，因为我要决定以前，其实是陈建仁找我。陈建仁嘛天主教徒。陈建仁甲我共一个教会嘛。是因为拢是圣家堂。台北的圣家堂。对，伫
伫遮先甲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弱色医院吼是伫云林的虎尾。对对对。啊，这是比利时和荷兰的新妇吼，来台湾设立的啦。就1955年设立。1955年嘛，啊嘛等于战后无偌久。吼，啊，这是天主教会病院。对。但是这伫云林算上大间的病院啦，吼。伫台大云林分院无去以前，这间教会病院是伫云林服务乡亲。1955到今，我嘛要70年啊咧，吼，嘛是足有历史的一间病院啦，吼。后来因这新妇拢老啊，就想要找较少年的，就来找着宋医师的地方。是。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无去贡献嘛袂使啊，这个替天主做工啊。对，因为迄个时阵，我家己想的一句话吼，就是讲，咱台湾无的是人为荷兰为。比利时过来甲咱帮咱来起这个病院，即阵因老啊，对，咱台湾人敢遐尼衰小，咱家己徛袂起来，对，袂使搁一地方帮忙。对。好，咱来听一段音乐了，来请宋医师讲去云林服务，迄一寡经过吼。听
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哈。咱今日咧采访的宋维春医师哈，也是宋教授。后来搁做咱凯旋医院宋院长哈。伊台大出来，伊后来等于台大服务，搁4-5年的时间，天主教这个分林好买这个弱色医院的神父哈。老啊啦，拢90岁以上啊，总去找伊，讲要拜托伊去帮忙因为伊本身也是天主教徒啦所以伊感觉讲外国人安尼60-70年前，咱台湾上善的时二次战后医疗资源足欠缺的时，人对欧洲安尼来到台湾一服务就50-60档即摆因老咱台湾人敢无法度甲即个病院佮继续做好所以伫即个心情之下，伊总去接即个院长的工作啦所以你去的是宋神父90几年，敢若是90还是91？我真的我无。你去无偌久，伊就过身了嘛？第2年伊过身。第2年就过身了。所以等于袂输咧等你去。对，迄个时阵去，我所做的都是出一本宋神父的伊的文集啦，传记对。毕神父。食较久啦，毕神父95-6岁95-6岁对。所以你伫遐有个5-6年的时间，还没做伙咧。其实我去的时宋神父毕神父是这个病院的行政副院长。对了，伊做行政，伊继续做行政副院长。本来宋神父做院长安尼啦伊尾伊讲，因为我开始对这个病院管理上有一寡，你有你的经验有一寡改变因为为过去迄个用人治的方式来管一个病院，开始改做讲有一个制度的方式伊感觉讲安尼是伊对袂着迄个时阵伊调副院长，对所以伊才是这个完全去做伊的院务部的代志。OK 所以伊一直为院务部的角色，对这个病院来支持因为对迄个病院来讲呢，其实大家感觉是2个神父因为宋神父已经过身所以规个病院的中心是毕神父。对，我知。所以伊的支持是最重要。因古早就是都啥物代志拢神父做啦。对，迄落募款嘛爱去募款啦。对，迄落啥物无人翕个光，伊嘛家己咧操作机器。宋神父就是安尼。对。但迄落因迄落就我以前伫罗东圣母医院嘛是安尼，拢神父嘛是。但是有影啦，到尾咱台湾的医护人员嘛坐起来一间病院员工700-800个、几千个你若无现代化的管理敢若靠人无法度啦。对。而且我迄阵去，我嘛发现讲，阮以前嘛有几个老神职人员因本身当然嘛有医生的身份啦。像讲阮圣母医院有一个乌记的，是，迄范大医师迄是足够开刀的啦。但是伊无暝无日伊都住咧病院内底对无？24点钟应付你。到尾其他的外科医生拢对袂调唔敢做对伊足艰苦的就是讲伊个因都无结婚嘛无家庭。迄自己开10几刀嘛咧开我去的时候伊已经过身是。但是我老见我奇怪我圣母的外科哪会遮弱？拢无一寡好的外科医生范医师是外科上用的他会无牵一寡外科的徒弟出来。后来一探听毋是啦，大家拢对伊做2-3年惊受艰苦啦，就出去就离开病院去所以接袂起来。所以这就是讲，这外国人因足奉献啦，因实在是因就是全心全意啦。尤其我感觉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佮拢无结婚嘛。是，所以因就等于讲完全奉献啦那是精神足感动啦。不过咱台湾的医护人员要求做到安尼是有困难
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制度，较有法度，把这个病院个运转落啦。我嘛是有足亲身的体验。是。啊，你伫弱势拢总做几年？我伫遐是，我做院长是做6年，做6年，因为因开始迄个时阵嘛建立讲这个年岁甲退休的这个关系吼，所以是到65岁以后都爱退休所以我到66岁迄任做了后，就退休，退休就。但是你有搁等于甲因帮忙，对，因合作顾问意思，有搁甲因看门诊，对，搁看2-3档还是不具有。看5-6档，我看5-6档，所以你前后去好尾走10年咧。对，看超过10年，对，主要是因为婚龄无儿童精神科医师，歹找，对，无儿童精神科医师所以我是一直等到尾有一个有人来了，我才离开。所以这宋医师是足甘心的啦。伊顶礼拜甲咱讲，即马台湾儿童精神科超有200个啦。不过大部分嘛是留伫医疗中心大病院较济啦，去甲庄脚的是无济啦。其实即阵儿童精神科医师伫开业的袂少有出来开业对，不过开业因主要想讲是伫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甲台中人口较集中的所在啦，大概遮的所在，其他的都无几个，对，都足少的，像平湖。迄都无得找啊，可能就敢若王一静一个，金门即阵有一个，即阵有一个，台东无，这拢迄落抱着迄落讲奉献的精神，较伫遐做的落去。所以你伫弱势做院长迄6年，弱势嘛有真大的变化嘛。因为家己讲是较歹势我是感觉讲真侪代志，咱就互伊制度化，咱做制度化，尤其是我嘛想讲要互这个服务的品质能够一致化我嘛将当年伫这个开船所做的迄个全院的 ISO，我嘛伫。弱势做全院的 ISO，做全院的 ISO 是安尼，不管你是伫急诊、伫门诊、伫大院，还是所有的所在，你所做的代志拢会当有标准化、标准流程，有标准的品质所以可能踮遐，若是讲为制度来讲是规个制度化，对因的品质来讲，主要是用 ISO 来要求因安尼，就拢叫 SOP 行，对，这就是医院评鉴。对，上基本的要求对，病安啦这个我想你因为本身天主教友所以对同仁啦还是讲啥这个相处，还是讲医病关系，这你也一定是最重视的啦本来教会病院伫地方互人较学老拢是讲对病人较体贴啦，对。咱古早的教会病院妇产科、小儿科这拢较出名啦是，其实这个部分我插一句话，伫弱势医院我做院长的上尾的迄阵统计讲弱势出事的囡仔，超过规个好尾的人口一半，超过。好尾人较济了，对，好尾是73000所以恁生不止7万几个对，这有意思啦。对，有一阵嘛，伊一个月生400几个。就是我都知影讲，迄教会病院一开始妇产科拢大家拢走去教会病院接生对，行善所以你就使甲叫做弱势宝宝啦。对一年你就甲办迄个弱势宝宝回娘家是你若来7-8万的，不得了，比创金氏纪录。但是我有一个感想，你若伫这庄脚的病院要请医生足困难的。对，你做院长常常爱为着这头疼嘛。对，迄实际上是我感觉迄几年上界困难的所在。是啊。若是安尼我想可能伫圣母嘛是共款。对我迄阵就是做院长，逐工都咧约医生啊。若是请医生困难你较好的医生踮遐有一段时间了伊出去开业啊。对所以
其实你若点婚姻，尤其是虎尾啊，是到海边啊迄边，出名大家伊拢恁遐处理的，拢是遐出去的，拢是遐出去的。所以这做地方的这种地区也是区医院的院长，拢有这个共同的困扰。是，要找医生，拢爱去共拜托啊。对，啊拜托了，有时啊，你伊因讲要来啊，到上尾啊，因为讲伊若点遐也无好的高中无啥啦吼。医生会讲啊，都囡仔教育啦，啊无就太太不爱来啦，啊无就安怎吼？迄就敢若以前迄门诺医院，迄个美国院长啦，博罗兰吼，对，Dr. Brown，伊伫台湾服务一世人，到要退休，伊讲一句讲哦。啊，台湾的医生去美国足紧的啦，啊，要来华人足远的。无毋对。啊，这就是讲外国人来遮服务一世人了会感慨啦。是。所以咱台湾这个偏乡医疗，含这个都市的差距用这个城乡差距，也是相当有一个。我伫罗东圣母医院的时其实罗东离台北1点钟尔呢。对。医生都无爱来啊咧。对。你讲若要走到婚林，还是你讲要走到平湖、恒春，迄个较困难啦。最后面，因为你也要做精神医学会理事长，甚至你含卫福部啦，搁在卫生署，嘛足侪互动。是，你敢有想出有啥物好的、较好的办法要解决台湾的这个城乡差距的这个医疗的问题？我是感觉。要讲城乡差距，要互伊讲每一个所在拢有真侪医生我想伫目前台湾每一个人拢想讲，我要看就要看上好的医生。伊动不动就要走去大都市，对，要走去医疗中心。对，所以若是安尼来看的时要讲叫。真侪人去偏乡去遐开业去遐服务我想这个部分是有伊相当的是一个困难，我想因为即阵愈来愈用这个 AI， 用这个远距的方式，用资讯来弥补，对，用这个方面来弥补我想可能是以目前来讲有可能是将来发展真重要的代志啦像讲我2-3年前去囡仔遐囡仔就买一个迄个电子表 AI watch， 对，迄拢会当测你的迄个生理的迹象你若是去试讲我要看我的心跳是毋是有规则，我的什么是毋是有钱你试了差不多60秒了，又甲你讲 normal， 还是有什么监测的对，电子表啦。对，所以我是想讲，假使讲将来是有可能较有危险的 high risk，安尼的老人啦还是讲健康方面的人可能这个部分会变讲是弥补啦，因用这个来弥补而且最近2-3年已经有真侪，尤其是像讲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啦，还是东岸的一寡所在啦因拢有一寡这个传输的中心，你大家这款的表资料就传去遐就有医生咧甲你看。对，迄若有安怎的时，就通知你讲你即阵爱去挂号，爱去安怎所以可能这是咱台湾未来几年建立起来。爱行的路每一个所在有可能讲你一个县市你有一个医学中心，还是有一个来负责资源对所在。对啦，我以前嘛一直想讲教育部还是卫福部要求就是讲每一个医学中心，你认养一个偏乡的医疗啦。你无一定讲派足侪医生去遐啦，但就像你讲的。你政府互伊足好的这种设备，资讯化、电脑化上先进的这个仪器，传输医疗中心拢随知这个所在对一个患者出什么代志、什么状况，伊就马上会当联络讲地方什么款的所在适当，会当紧得到好的照顾，可能要建立这种的医疗网啦，这个网是用科技来
弥补，是，这个人力上的这个分配不均啦，吼。我看政府是敢若想讲，要搁加培养较侪公费生，啊，但是公费生哦。伊若无要留咧，你嘛无法度伊诶。因为这过去30年已经太侪公费生，伊可能踮遐是勉强几年了，伊就要走啊，无一定要留落吼。所以也是敢若啊，我有当时也想讲吼，咱外国人吼，较有迄落情操啦吼。是，人因哦去甲较远就去咧吼，莫讲来台湾连非洲嘛去吼，啊第三世界国家啊，人因拢轻易服务。这方面，咱可能也有真侪会当学习的。是，这个部分其实咱这轮台湾嘛是有一寡国际医师吼，或者有去少数医生有这个心啦。啊，毋过这个部分因是去较外国的偏乡吼，啊，点到对台湾的偏乡的部分，即阵那个欠。是，好，咱过来进一段音乐，继续过来请教宋医师哈。想着你细汉时阵，上爱唱迄条歌，我定定真足听，听你在唱啥，你知影，我嘛跟你出声，摕歌词予我看，惊我听你唱，点点的孤单。目睭亲像我，一世人有你的陪伴，感谢有天公的注定。摇甲你带某生囝，摇甲你想嫁做时代。摇甲你的头鬃，后世人会当继续做阮的心肝。为着生活离开这，对成功拼输赢，囡仔你毋免惊，思念着转来看。一个人注定有一款命，你毋免烦恼我，较踏实地就成功好名声。囡仔，你是我的命，人拢讲你的目睭。摇甲你想嫁
欢迎各倒转来收听医生讲看嘛这个节目吼。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今日互咱采访的宋维春医师宋院长已经做过凯旋医院了，佮去虎尾天主教的弱色医院伊最后退休前6年伫遐服务。了虽然讲行政上退休无做院长，伊佮继续等于看。因为病院无儿童精神科，所以伊个等于帮忙6、7档的时间一直到因找有医生，伊即马较真正毋免搁逐礼拜安尼。你去坐高铁，要坐到对较会当对好。我其实去弱色，我上早期的时候是坐飞机，坐到水上。坐到家己的水上。对，坐到水上，再因再派。即摆遐无得飞啊咧。对。所以了。尾有高铁了，坐到家己。再过来，对。要家己要开到遐嘛，要几点钟诶？看面啦10点钟啦。太保嘛，对太保。对。太保走到好尾。对。这足甘心的啦，你安尼逐礼拜走的到尾就有婚礼迄站嘛，所以。听婚礼嘛咧这是来讲，所以宋医师今年几岁啊？我今年若是咱照台湾岁10岁时，我是76。76，对，我是拄啊光复迄年11月出世。真的，所以1945啦，就1945。OK， 你即马安尼，敢有算完全退休啊？你倒来台北，搁有咧创啥咧？你有搁倒去台大看病人哦？我即阵是所做的代志是较正式的代志。当然，我是维持伫台大教书。抑个有咧教书。我因为要踮遐看门诊是较无方便，因为你请假啦、啥啦，拢爱叫人代理。对了。所以对，所以开门诊是对我来讲较无方便。毋过我对我教书是真有趣味。所以我依期拜五下晡是继续登去教书。有咧教学啦。对。我即阵教主要是做儿童精神科的迄个 fellow。训练医师，所以训练儿童精神科对，这足宝贵的啊。对，所以这个部分我是逐礼拜继续搁咧做，继续搁咧做而且嘛有这个机会看讲少年的因即阵那个继续有趣味，伫想啥，伫做啥安尼因后来一个高淑芬医师，对，有嘛真优秀高淑芬医师，伊是儿童精神科嘛，伊是儿童精神科，伊是我伫台大做精神科主任的时，做住院医师。尾伊就入来儿童精神科做主治医师。尾伊是去耶鲁大学做 PhD。耶鲁大学伊对迄个教授是一个心理学家，真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伊转来了后，伊对研究的方面是足强，比过去所有的伫台大精神科医生拢较用。论文足侪对，所以伊论文足侪，毋若做精神科的主任，嘛做这个遗传。对啊，恁做儿童的来讲，遗传嘛足对，遗传方面的嘛做主任。遗传咨询。即阵是台湾台大病院的副院长。伊做教学研究的副院长。所以后继有人啦，足优秀。所以恁安尼，你应该嘛感觉足安慰的。是。所以即摆安尼，那伫儿童精神科这个领域来讲啦，嘛后继有人啦，我想讲，你伫精神医学会的时，和心理卫生学会的时，敢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课，咱顶礼拜无讲到，就是精神卫生法。OK， 你推动精神卫生法，迄阵嘛做足侪哦。对，精神卫生法其实是为我的老师迄辈开始就是我为加拿大要转来以前迄个时阵心理卫生协会有几个前辈因开始感觉讲台湾需要有心理，迄阵因的要求是爱做心理卫生法，爱做心理卫生法。我转来了后因为迄个时阵池树章教授由我做心理卫生协会总干事。OK， 由去做总干事所以迄个时阵开始有
这个精神卫生法迄个中间的一寡准备的代志啦吼，甚至上尾啊是迄个草拟的部分，草案，对，迄个部分吼，对，这是我都参加伫内底。我知影。伫迄内底，我主要也是讲我写的迄个条文吼，草案内底我主要的是有2点。一点条文是什么叫做严重病人？对。好，第2点是叫做安怎强制住院？对，就是你若严重，可以当强制。对，所以迄个时阵是安尼。关于精神病人的人权，对，保障啦。对，我记得你迄阵足重视这个。是。因为后来我有去立法院嘛。是。迄阵咱都有配合吼。对。杀这个精神卫生法。是。因为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吼，因为无精神卫生法的时吼，精神病人得到的照顾实在是真欠缺啦。吼。伊大路边凊彩倒，也无人要插伊啊！迄阵咱少年的时做精神科吼，定迄落路倒病人啦，吼，迄就是讲倒伫路边厝邻的人也毋知影嘛，警察就甲扣咧，种送去迄落私营的精神病院关起来吼，一关都无转来，迄度病院也无咧替伊找家属嘛，是一个可能嘛毋是患者，是一个游民，嘛有可能总互放伫精神科的病院放一世人，吼。所以若有精神卫生法，就别当安尼做嘛吼。你要甲一个病人强制住院，就要有充足的理由。咱都规定讲，爱2个医生看过。是。所以这个精神卫生法是最重要。实际上是对你前做迄个追踪迄个。对，我要去做迄个精神医疗设施的调查。对，我发现足侪私人的病院内底实在有影暗无天日啦。是。到尾也是来讲，咱有精神卫生法了。台湾这个精神医疗的品质提高足侪。对，包括你医院要设置的标准，是专业人力的要求，对，个后来你精神科医院评鉴，对，这拢迄落，我个迄阵我去做迄个调查了，佮有甲迄阵的卫生署啦，建议讲因为迄阵医科的毕业生较少要做精神科，对，所以佮有设奖学金呢，对，政府设奖学金吼，医学生讲，你将来若来做精神科吼，读册时先发奖学金互你，是，所以讲起来，咱嘛做袂少代志啊，就是讲对台湾这个精神医疗的提升吼，是，即摆搁咧讨论修法还是讲最近我发现讲社会搁咧关心一个代志，就是讲精神病人有当时会闯祸嘛，对，伫社会发生即个祸，安尼互人足瞩目的案件吼，足侪人就讲，这病人是安怎毋甲关起来吼，所以最近有咧讨论迄个讲精神司法监狱，因为讲你要甲强制治疗，伊若有犯罪，咱普通的精神科病院佫无啥爱收，还是讲毋敢收咧，好像讲伊发生凶杀案，即种的病院串呢。所以就讲要设这个司法精神监狱，但是得讲尔啦。是，你看这需要性，还是讲外国有这种例无？这个部分实际上是伫美国、英国拢有这款的，拢有这款的例。毋过这内底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伫社会安全，甲患者的人权，这个中间安怎取得平衡？你也袂使讲拢总关起来，对，袂使。所以伊有一定的 procedure 程序，迄个程序就要记，对。安尼程序讲，迄个鉴定，对，资格，对。我看迄个有一个案子足趣味嘛，嘉义有一个精神科医师有无？写一个迄个鉴定报告，叫骂到要死啦！我迄阵看到，我实在哭笑不得咧。这你上有经验嘛？无毋对，因为这内底就是讲，你为这个完全为医学上吼，也是讲为人权上要来看一件代志，你所做的判断的时候，甲社会上。有一寡人，有当时伊的期待无共款，所以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这个代志呢，其实伫进步，像讲美国嘛是有改变。是啊，咱讲一个例就好，像讲这个雷根，伊做总统的时候，对，迄个精神病人嘛，对，但是后来无关迄个，迄个人吼，实际上伫病院内底20几年，20几年到真几年才放出来。
对啊，这强制治疗的对，啊，不过迄内底就是甚至讲到美国的国会，嘛伫改变讲，为着这个听证吼，对，为这款的代志啊，到底是这个法律上要安怎来做这个平衡较好吼，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两难 shifting gears， 就是这个就是讲，你要较严，还是要较放松，要较尊重人权，还是要较社会安全，这个中间是取舍啦，对，这么取舍。啊，迄而且会因为有一寡个案的关系，啊有一寡改变，哦，所以我想迄应该是会继续改变的一个代志。即摆有咧讨论啊，是啊，这个是伫前几年的时，伫修精神卫生法的时候，我真强的改一个加入的条文，就是社区强制治疗。OK， 好，就是讲伊若是有这个迹象的时，咱毋是讲要甲掠去关，我社区就紧甲治疗，对，社区就莫有出代志，对，治疗较要紧。对，啊，我真可惜，这个制度无做了真好，过去。强制治疗的患者一年无到100个，啊，所以无落实啦。对，所以这个制度无落实，所以应该要有其他的方法来做较好的处理，较好。对呀。宋医师，你安尼做一世人的儿童精神科啦，吼。你最后的感想吼，啊，你感觉讲对这个社会吼？还佫有啥物款的一个期待，还是讲大家对这个精神病人啦，还是讲对这个自闭症啦，吼，这较弱势，甚至互人贴标签，吼，这患者吼，你的看法有啥物好的建议 ？OK， 我先补讲，我最近这5-6年去做的吼，是为2016年开始吼，是伫做 WHO 世界卫生组织以一个合作。发展迟缓儿童亲子教育计划，迄个部分是因为我台大儿心呢，本来是 WHO 伊所写的所在，结果咱1971年拆出来，拆出来就无，这种各有机会含因，各重新有一些关系吼。这个代志我伫台湾已经推差不多到即阵已经有10月的管期，有去做这个代志吼。所以这个迟缓发展，这主要是对自闭症。对，这不但咱精神科呢，这教育界嘛要参与，老师。家长爱重视，无你话囡仔吼，足冤枉的啊！是，你想歹囡仔啦，无要好认真啦，对，毋知影讲伊其实是有需要另外的帮忙吼。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这几年伫做，可能是我想未来吼，我阁会当做的是，这可能是我想要的一个部分吼。若是讲这做这个40-50年做儿童精神科医师吼，我上重要的，我家己。上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讲，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囡仔，不管伊是自闭症还是啥，你爱互伊机会，你爱互伊机会，毋是你爱甲限制，毋是你爱甲讲，你互伊这个机会，你叫伊讲爱安怎做，毋是指导伊安怎做，教咱的艺术，对，你互伊机会，甲伊有需要的时，甲伊斗帮忙，安尼，互伊发展。会当培养伊本来伊有伊的能力，就会出来。伊的 potential， 潜力会出来，就会出来。我想咱的社会，若会当用安尼的时，可能有一寡对立的代志啦，或有一寡无，咱看起来毋是遐尼健康的要求的代志啦，吼，大概遐会当较健康的方式来对这个社会来讲，有伊的发展，有伊较好的将来。这是我上大的感想。这是真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善的力量吼，还是讲一个正面的心态啦吼。是啦，这两礼拜吼，足多谢宋医师安尼拨时间互咱采访吼。我想这伫台湾是足难得的一个宝贵的儿童精神科的医生的心路历程吼。伊也是算咱自闭症的开路先锋啦吼。后来搁伫精神医学会也好，还是讲精神科的专科病院，甚至天主教的综合病院，拢有做真大的贡献吼。应该甲伊讲多谢啦，谢谢，多谢你的努力。
多谢花这个机会，啊，多谢社会对我的宽待，会当容忍我做。无咯无咯，我大家足甲你肯定啦，好，感谢，感谢，多谢，谢谢，谢谢。怎样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转去。你出现的迄一日。